希望大家看了有欢喜不？这些，我们希望他们等一下在台上，然后请贵宾不要走，我们要做一个大合照。 歌仔戏在不在？特别介绍，这是我们戏曲学院的教授。我刚刚介绍他演王宝钏的，所以我要求他们师生连演，所以他是跟那个一个学生一起演王宝钏回窑。这是我们的邱慧教授，谢谢。歌仔戏在不在？台湾在不在？ 请大家拎行卖照，我要照你们 ，OK？ 所以你们就坐在位置上面，跟我挥挥手，然后我请演员在这里照下去，会照到你们，好不好？我们要。 多谢，好，我们今天上半场就是到家哈，要不咱下昼搁1点半搁一场，1点半搁一场哈，还有一场，希望你们都再回来看，你看他们玩了有精彩不？然后在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中间请大家去买物件，还有去玩游戏，然后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展览区，就是咱歌戏的戏吼。 在门牙底下展览，然后我们下午4点45分有一场是教你们演歌仔戏 ，OK？ 有一场是要教恁大家安怎播歌戏，但是呢，我们1点半的时候，1点半还有一场，好不好？多谢恁大家欢迎就好，谢谢。